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呢，将一个本文回顾复习报道第71篇643文，凡间人事那些复杂多，外向万行烦恼随时多一个课文，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参考。同时，希望各位乡亲大家能够了解客家话，会讲客家话，同时会写客家诗、读客家文章，安那哈，一个是客家白话语文。因为一个戏剧文章一方面也係廣播等等，都係要用白話語文嚟講難會有一個熱味、好聽、順口、順耳嘅素材，安尼哈。後來我哋嚟讀本文，一個編劇本文係客家詩人白話語文，安尼個辦教學教材之一，係一個詩年2007年嘅9月份呢。在各省其他學所上課教嘅一個文章，戲劇院呢，有阿里伯、阿里所、村長伯、劉祖英、阿二哥、阿成哥、阿成所、阿勇伯、咩、阿勇所、兩班小鳳，等等，大家題目一個澎湃，有人認為。最多時間係學習、受苦、磨練、含辛苦辣、喜怒哀樂、生老病死亦都係通常人家所講嘅一般人生必須經過嘅一個路程，係人類必經嘅路，遇到生活。日夜實忙打拼，同樣嘅時間，同樣嘅時光，但是每個人在時間呢，角色超無同樣。列下來先看阿里伯嘅例，阿里伯兩公婆，係在新竹嘅某個鄉村，每日做水做烘，見早晨。阿里伯先烘床，炒到炒香阿里伯咩？阿里所，阿里所就講老話天猛講，烘起來做乜嘅喏？阿里伯就講老姐，愛坐暗布，博夢，速度鐵匠唔掂嘛？阿里所講老話，肯是向前。想到不可嘅，阿里伯對冇得差，互相做腳下，愛想到嘅，阿里所就講想到乜嘅，阿里伯就講村長答先講見早晨要準備去寄福家，小時喪家，下午大合。政府要徵收土地嘅事情，阿里所講講嘅按多擺嘢，咁徵收嘅上，阿里伯就講乃為地，最後補償金額，講嘅好，雙方同意就好解決咧。阿里所講家。愛做飯本意識，阿里伯就講老姐，拜託唔好用番薯搶，用番薯，愛食味嘅，窮苦人食味嘅。阿里所講好，食飯幫雞卵好嘛？阿里伯就講，那有錢買雞卵雞村阿里所就講做本年嘅，愛在雞子釀到一粒雞卵，阿里伯就講加土煎菜脯煎蘿蔔絲，過油釀，
高有影。你所讲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跟天一团。旁拍农村生活的人，除了个人过节有肉以外，三餐呢菜色都是自家种的青菜。食走以后，阿里巴准时到村庄屋卡，村庄客客堂坐满了，左邻右舍的乡亲，官方也派代表来参加。村长先介绍，村子帮人介绍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希望大家按踴跃来参加座谈会。列下先请上级指导刘主任来宣布事情。刘主任就宣布各位乡亲安坐。有关开辟高速公路影响到各位土地财产的问题，经过很多摆嘅协调，希望大家有共识，本人代表政府做最后决定。各位唔知还有乜嘅想爱了解嘅事么？村长就讲各位叔公、各位阿伯，有关补偿金嘅事情，请尽量问你个请先发言。你个就讲请问刘主任，补偿金哪叫有好发呢？刘主任就讲，根本嘅按照俺人协调冇问题，天空日就可以量得到。村民大家非常的高兴，天空日就有好量啊，有好量哦，安尼问。一个刘主任讲，系呀，系呀，冇错。按样板去量法咯，量法又系样板咯。刘主任讲金额社会在100万元以下嘅，本人带身份证，呢到县政府签量就可以就做得了。用白讲金额大嘅，要按样嘅样板落来量啊。刘主任讲2000万呢，为了安全，分期拨到土地银行、土地所有权人嘅银行户头去。个村民就讲大家啱頭，安尼好無？安尼好無？村長白就講安尼就對嘅啦，撥到銀行户頭。我用人去银行量，你爸有乜嘅意見冇？意見係嘛？你爸就講冇意見。呢個呢就講你爸土地最多，你下是變好人呢，也是變好人呢。你爸就講你土地也唔會少啊！用個同我講用吧，我看有咩係千萬富翁嘅，劉主任實際上睇錯嘅鄉親，唔等全部都係1000萬以上嘅富豪有錢生意。村長吧，佢講起來，就像好多話講殘腳一樣你爸講辛苦嘅一生人，終身出頭嘅，感謝天，感謝地。劉主任就講，恭喜大家，我真係去整理唔到嘅資料。天光日唔到，用錢就可以來量嘅。我先離開本室，眾鄉親就講承蒙劉主任，感謝劉主任。劉主任講唔是客氣，有限長來了。看第3段，旁白眾人送走為劉主任以後。
每位村民值得7月土地可以补偿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，大家都是高兴到最合唔笑。阿里巴巴建议采草的乡亲讲啊，就阿里巴巴讲啊，今本日因到总算出头天了，好彩村长帮忙完成2件事情。当初我请村长还有请大家来去面店食台面啊！呢个就讲啊，哎哟，嘛个面店食台面啦，按手去有成个就讲，至少来去读书有饭好食，又有卡拉 OK 好唱歌位，安尼庆祝一下，唔能对。永伯就讲，原本嘅阿里巴巴抢，天光日就揾我来抢，呢个就讲后日我抢，大家周年轮流来抢，村民大家朴树讲好无，吼，村长伯啊就讲啊，我打电话喊2台机场车，马上来在。因来去读书，村民大家朴树讲，好，看起希望。澎湃，座谈会结束，2台机场车，再能村长一起连沙大家来读书。经过机场车司机的推荐，就来到一间新开业的卡拉 OK 餐厅，一群人打扮都非常正。服务手机就前来迎接，其中一位5两班行前来同村长打招呼。5两班讲，佢亲切的声音讲啊，村长伯，俺就冇看到，原本人看到春风满面，请高兴么？啊，村长伯就讲。我目前上60岁，同我向村长伯唔啲人會老到我有一路嘅，有幾路一道寫哦。5兩班啊，安尼10年，我同50年，村長伯講啊，我愛同50年。5兩班就改口講啊，村長講，為了50年，本店又係新開張，特別安排一間包廂，手機也行前來帶入去。村長把口把講，好，加好，帶入聽團，澎湃。服務手機1年服務第1位嘅一個銀行，來到有10平台嘅包廂，穿着旁燈卡拉 OK 大型嘅電視相當有派頭。村長2群人3了昂，第一次入讀書，第一次吃到韓國級別餐廳。由於根本人唔係家人，人客也唔係會幾多，5兩班不但人際關係好，又將每位服務手機如何應付人客嘅手腕訓練到相當功夫，相當有禮貌。本人客有賓至如歸嘅氣氛。在家中係無法享受到呢種嘅服務，來到這裡能夠享受。換作向村長一介紹，一群那個男人啊，男士服務設施值得一群男士嘅來歷，更加小心親切來服務。飯後每個帶有18位就醫，在一些一個
由18位讲解灯光之下，点歌唱以新节目来开始。服务阿勇嘅小子小凤啊，温柔嘅同阿勇讲，小凤就讲啊，勇同阿勇董事长，在几3人当中，最后生，最后生呢，来先唱歌诶，来先唱。阿勇讲啊，喊我董事长哦，讲我最后生哦。嘿嘿嘿，安尼话，小凤就改教师又塞奶又声音讲，嘿呀，嘿呀，阿勇就对副台的就是拿出500元送小凤，最实在的甜，最麻怪，唔是用镜头开，最实在甜哦。小凤就讲啊，阿勇面向尖一下，是问阿勇董事长，小妹呢就讲啊，负责服务阿姨，因素也是说根据塞内的情况表现给阿勇，阿姨董事长啊，先来唱，阿姨就讲小妹，喊我先唱哦，小妹就讲啊。是啊，来先唱，阿姨就讲哦，好，我唱。关于讲啊，今天不回家，今天不回家，就表那个有苏勇唱的歌诶唱出来。所以我就讲啊，佢叫家嘅声音講，我平常唔是講。阿姨就讲好，就对副台就是拿出抢色嘅1000元嘅金票送小妹。小妹讲啊，可能义工身上用国语讲啊，我爱你哦，我好爱你哦，安尼话。阿姨呢就讲有样啊模样啊，小妹就讲哦，骗你啦！来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开始唱。中人下也在合唱哦。今天不回家，有一条歌诶，同时标出姚苏龙的歌呢来配合。阿娇同阿里伯演配龙，阿里伯董事长，歌声按量按好听。唔会输本后生嘅呢，群众把就讲，初见顺便暗示本小费，阿里伯有谈到嘛？这个阿娇讲唔会输后生嘅呀，唔会输后生嘅呀。阿里伯就讲，小子实在会讲法，就对推嘅对你拿出1000元。送小妹，不送本意，送金。阿叫那个声望阿里伯，阿里董事长继续又跟人热腿按摩，安尼位睇你嘛？阿里伯讲啊，当埋伊艰难唔会，嘟好，请嘟好，好，我体力团澎湃。村长以及阿里伯等一群人，土地得到补助，在卡拉 OK 享受跪下住诶，钱实在好用，有钱时就是董事长，难怪小品不收场，不收那个场，每个很沉醉在温柔下。不低不高，老辈天色已经暗了，依依不舍，各自回家。阿勇说：“煮好饭菜，未到7点时间，阿勇把人最茫茫的入家门。阿勇说：“
唔客气就讲哦，阿英所讲，老外唔去奈哩，唔去奈呀，你下人转，人归来。阿英白讲，老姐莫按台上看呐，莫按台上看呐。阿英说，就批到一个酒咪就讲，19岁嘛。阿英白就讲啊，娘弟爱19啊，娘弟爱19吧，娘弟爱19啊。阿英说讲，改想个学个去表现这个石头粗胖胖的，石头粗胖胖的啊。阿英白个，爱是莫记道，爱莫说一道，莫按恶呐，莫按恶呐。阿英说，简直有太惨哦，喊讲爱按恶，讲喊爱按恶。阿英白讲，天下本甲白人沙通道，讲啊人。有人家是冇，人家讲啊人有了人家，安尼是冇。阿英说讲好，俺莫睇上，世上讲来吃饭，来吃饭。阿英把这个俺给马皮见西哦，按世按晒来上音。阿英所以讲啊，他们唔讲乜嘅啊，唔讲乜嘅啊。阿英白就讲，我讲唔会妒忌啦，我唔会妒忌啦。啊，讲提起团澎湃，阿英白是包家，升级社会以后，在民场讲水木事啊，面对根本人在卡拉 OK 嘅情景，是的将近有70岁耶，第一次上到太老爷嘅子民。只有3岁有钱，小凤一听还会对爱温柔体贴，有爱心。小凤唔知为小爱老不休磨，老不休磨，心底里感觉到真神奇，真有趣味。体验依照之前嘅约定，根本嘅领导阿勇伯啊来唱。约好人班人马，个老人马到老地方卡拉 OK 传堂，再来庆祝。服务设置人班系草本日嘅人，草本嘅人马，经过草本日嘅详述，根本日更加熟悉，更加有感情。音乐我讲大下澎湃，经过为1年以后。各人无限各人的想法，村长相爱继续进行联姻。有人来到有成果屋卡拜访，有神所拄好开门，有神所拄好开门，向村长打招呼。村长就讲：有神所有财富卡么？安尼话，有人说讲，村长伯，擘雞虎啊，隨當牙不卡來，村長就講，牙愛請有成果談一些事情，愛談有成果談一些事情，有時說嘛，係嗱，有乜嘅事情來牙不卡談，就對嘅，拜託喊一拜。唔好再去卡拉 OK 传堂，村长伯就讲：好，爱啲，有成果唔啲，有财富卡嘛，有人数就讲，在堂下裝落去二批，我來去市場買菜嘅。村長伯就講：好，就對去堂去喊，有成果。有成果就看了一下，村長落嚟坐，入嚟坐，村長報告有成果，讓我出去，最近係樣辦咯，有成果，財富卡嗰度，佢寫出去，村長報講村長報講啊，財富卡。按照遊戲場卡拉 OK 嘛，
按照渔村卡拉 OK 嘛，有人讲啊，厦门村庄爱喝茶，也系爱喝咖啡，咖啡。村庄咪讲啊，喝茶是惯的，我爱喝茶。有人个就讲，讲到卡拉 OK， 唔好讲嘅，唔好讲聊聊嘅。讲到卡拉 OK， 唔好讲聊聊嘅。村庄咪讲，样板讲咯，样板讲咯。有成個這個愛同服務手機嘅事情，本來嘅價位低嘅，鬧到愛兩公婆，規則嘢咧冇講法，鬧到愛規則嘢咧冇講法，村長伯就講啊，係投訴唔曉得出在，投訴唔曉得出在，有成個講愛啲投。我愛曉得出在，就是愛曉得出在。唔過愛水母嘅事，水母是沙白夢，因為啲喊出嘅時一個阿妹嘅名嘅就出來咯。村長伯怪唔得，人家嘅頭髮出門後，看到藝術，就會講。有事情愛來屋企談，唔好去卡拉 OK 談，有成個。所以我最近難得出去哦，最近難得出去。村長伯就講啊，家唔在屋企，我當冇無聊嘛，無聊唔係當無聊下，唔在屋企唔係當無聊下。有成個就講啊，看電視搞到股票。看股票做股票，村長伯有錢嘛？有成個有多少少啦。原本嘅讓安閒咯，讓我有安閒。村長伯講啊，我想繼續連任縣村長，請同我幫忙好嘛？有成個就講啊，我等都槍雄體樣。我屋企嘅鐵皮嘅全部會本冇問題，我屋企就會鐵皮嘅冇問題，全部本。村長伯講啊，按字寫咁強，加我就先神夢嘅咁強我，有成個講啊，唔是生意。村長伯都你講加。我愛來去阿里巴巴卡行下咧，有成個就講啊，那安尼，那係安尼，我就唔用了喂，好，我來村長伯講好，我來去鐵板木，旁旁村長伯離開有成個副駕。去阿里巴巴嘅附近路方時，都好見到阿里巴巴，半年不見冇看到。根本嘅阿里巴巴同以前完全不一樣，頭毛頭拿嘅形款，服裝等等也係流行嘅派頭。村長看到見了面，唔敢相信佢在眼前嘅就係阿里巴巴。村長就喊講哦，村長伯啊，阿里巴唔係阿里巴係嘛？阿里巴就講啊，可能一下，村長按都好在呢只個度多。村長伯講係啊，按久冇聯絡，阿里巴唔變啊按後生咯，樣會變啊後生咯。阿里巴講啊，咁有樣。村長伯講，單純有樣。阿里巴就講啊，我簽到嘅事，唔到底係哪樣？村長伯就講，我係大陸投資，看到唔像樣，隻賺歸來。阿里巴就講啊，怪唔得，也嘅簽人唔多。村長伯有時講。先講簽嘅有乜嘅事啊？
阿里伯就讲，我爱拜托我爱拜托呢。李宗义问，拜托同我做乜嘢？拜托同我做乜嘢？村长伯讲啊，我哪有同做工？我哪有同人做工？冇人啊！阿里伯就讲啊，去年呢，带我能去卡拉 OK 传堂庆祝嘅事情。村长伯讲，看阿里，来数下讲，迄唔系嘅食嘅啲嘢，阿里伯就讲啊，我嘅食嘅，我夫妻半年前得骗过孙呢，半年前得骗过孙呢，村长就讲，唔系讲阿里伯咩过孙呢哦。阿里伯就讲啊，系啊，村长伯讲，加掠下手真孤单的哦，孤单几多人呢哦。阿里伯就讲，好彩嘅介绍认识一个小妹，伊也无死嫌我安乐。村长伯就讲，同阿妹系有交情咯。阿里伯就讲有啊，我同阿妹有交情。村长伯就讲，原来就系有后生朋友的影响，将打扮变到暗时行有后生，怪唔得。阿里伯又讲，他竟然有咩安尼讲，啊？村长就讲啊，还系有人讲。有人讲，阿里伯就讲哦，也个村长伯就讲啊，家几时要结婚咯？阿里伯就讲哦，依照风俗，结的时候要3年以后，人可以再结婚咯。村长伯讲啊，家结婚时唔记得我咯，唔记得我哟，唔记得我哟。阿里伯讲，不但我唔记得，一个阿妹讲乜嘢黑呢？讲黑呢？我做乜嘢？可见阿妹真地上下，顺便我同谈一件事情。阿里伯就讲啊，乜嘅事情咯？我想继续联姻。一个村长嘛就讲，我继续联姻竞选村长。阿里伯就讲，也是有事情，我会同天数帮配的，冇问题。村长伯就讲啊，家头先生们先生们，阿里伯就讲啊，家头总无限，家头总无限。村长伯就讲啊，有限记得带阿妹来外婆家嘅事务所来撮了。阿里伯讲好，再见。旁拍，村长了解一下村民状况，真系人生命运各有不同。1年前同1年后变化无常。人本钱搞到团转，在几啥农民一夜之间支付标钱以后，阿姨将土地补上的钱财，同村长一起朋友合股去大陆投资合作海的海场，投资2000万元，血本无归。村长看到唔强用，赶紧转来继续选村长。阿勇白将钱买房地产，过户本子以后，每个人都唔愿意照顾老人家，开到阿勇白两老的夫妻归去老屋家，
各种生活个人有sen所一體係一個太刺痛，有sen嗰個財源完全被有sen所控制，兩公婆時常人家勞碌過一生，也可能就會講人生是個人嘅事情吧。以上故事就講到嘅這個，做到嘅這個哈。另外，本文嘅詩人主角亦享有一個24個全國會鄉親先談愛讀嘅以後，再來看本文嘅主角詩人主角能夠增加你嘅了解嘅程度，同時再來看本文嘅文章，安尼你嘅文章就客家白話語文嘅推廣絕對就冇問題。但係呢，又係有一個客家語文白話文嘅練習式結構，希望各位鄉親也個多多來講話，用語音練音，怎樣辦法談起來佢順耳，講起來嘅順口，能為入面嘅客家話安哈。同時是上韻條也有一個錄音吹嘅這個4分07秒。另外又還有一個客家天字報喺度咧，也有詳細嘅解釋安哈。一個單個嘅一個上門嘅素材呢，A來講 A 啊，錄 A， 哇啦呀嘛那N 字到啊，G 呢第7個就加，第8個呢八，就單音式。支持4個時間就同 R、A、O 嘅3音，一個 A 嚟相同，有 V、L、E、M、N、N、G、B 同 A 一個音，一個 E 呢就高數強，有 V、D、E、M、N、G、B 嘅音，哈，一個叫做客家練音式嘅重要點。另外，就還有客家詩人嘅八則詩啊。他搞愛啲，但是不可用嚇，一個呢配合到我哋人生嘅一個有意義嘅生活。第一則是去小偏財練塔扎溜嘅八則詩啊，就相當於一個8年一樣啊嚇，所以說英雄嘅7則詩，佢英雄嘅精通嘅7則詩，所以我哋冇本人偏多哦。7則詩嘅解釋同樣一個語音，一個有10分24秒，向各位鄉親，這個記得講啊，當前社會同政治行啊，當道氣候嘅7則之談，善用，連續善用一個小熊嘅手段，大家要小心。以上是望大家感謝你，謝謝。是望按自西。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